创世纪第16章夏甲甲以实玛利。亚伯兰的某撒来无生囝，伊有一个女婢夏甲是埃及人。撒来甲亚伯兰讲：上主予我袂生，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。检采我会当对伊得到一个后生。亚伯兰听趁撒来的话，亚伯兰的某撒来就将伊的女婢埃及人夏甲，予伊的丈夫亚伯兰做某。迄时亚伯兰已经住伫迦南地10年，伊甲夏甲同房。夏甲就怀孕，夏甲知家己有身，就看轻女主人。撒来甲亚伯兰讲：我受委屈拢是你害的，我将我的女婢送互你做某。伊一个知家己有身，就看轻我。愿上主伫你我的中间主持公道。亚伯兰对撒来讲：伊是你的女婢，你袂当照你的意思对待伊。撒来甲伊苦毒，伊就逃走离开撒来。上主的使者伫旷野的水泉边拄着夏甲，迄个水泉是伫要去苏尼的路中。上主的使者对伊讲：撒来的女婢夏甲，你对倒位来？要去倒位？伊讲：我对我的女主人撒来遐逃走出来。上主的使者对伊讲：你着转去你的女主人遐，顺服伊。上主的使者阁对伊讲：我要互你的后代多甲袂算伫。上主的使者阁对伊讲：当你怀孕要生一个囝，着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，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苦情。伊话亲像野驴，伊要攻击人，人嘛要攻击伊，伊要甲伊的兄弟做对头。夏甲就称呼迄位对伊讲话的上主做看顾的上帝。伊讲：我看见上帝，我竟然也活着。所以即个井就叫做比尼拉海莱。即个井伫加德斯甲巴勒的中间。后来夏甲甲亚伯兰生一个后生，亚伯兰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。夏甲甲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，亚伯兰86岁。